好，来继续来看高雄轻铁路2期的工程已经停摆2年了。高雄市长陈其迈宣布，上紧这礼拜就会来复工。大家看，这是高雄轻型电车第2期的工程，即马同期还入场，开始的整理者抗地啊，因为市长陈其迈宣布，上紧这礼拜就要开始动工。市府原来提出民调，显示沿路经过的居民对复工的态度支持率已经超过70%。不过，原来有自救会民众跳出来批评讲，这份民调完全无可信度。消防车、救护车经过，那未来发生事情，请问一下，是不是大家就在那边等死？自救会民众不满调查的方式，国民党的议员原来怀疑讲，这个民调无都代表民众的心声。他就直接的说，行车状况都没有影响，就这样子先射箭后画靶。他所做的民调到底客不客观？双重的动态评估跟民意调查的一个验证，来设计这些优化之后的一个路线。陈其迈强调，民众若靠过路的路段，会搁再进行加强的工程，让那个黑暗期会更长。做轻轨，这样方便啊，可以做。不用那边骑摩托车。实际上，咱来问附近的居民，有人支持，嘛有人也搁等咧看。高雄这条轻型电车的宽纵线，伫当时才会当真正串联会起来。虽然讲市长即马话讲要动工，但是就惊讲代志会也搁有变化。